请令公子指点，这何时必的瑕疵？大王，众所周知，秦强赵弱。当初听闻大王想以15诚意换得宝玉，赵国上下皆以大王的诚意，为赵王坚信秦国乃诸国之首，必为独守信用之典范，而大王更绝非食言而肥之人。因此，赵王沐浴斋戒，设9宾之仪典，这才将宝玉与国书交付于微臣。今臣面呈宝玉于大王，大王对我只字不提15诚之事，而把宝玉置于后宫任人把玩，臣不得不担忧，秦国是想以15诚之空名来骗取和氏璧。令公子，你此言荒唐！15诚何在？15座诚意的交割，并非一朝一日之事。令公子，你何必心急呢？蔺相如受命于赵王，不见城池，不可将宝玉交出。你是说寡人会骗你？大王，你若再上前一步，强行夺取宝玉，外臣只好玉碎诸臣，同宝玉同归于尽。你好，好，寡人即刻就将15座城池指给你看。你看这儿，就是这里，上郡的15座城池。即便如此，大王若真对着宝玉有所诚意，更应礼仪相待。怎样才叫礼仪相待？沐浴更衣，斋戒5日，重新迎宝玉进宫。好，寡人就依你说的办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女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女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归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于我。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元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好，始祖们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7国，
七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。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夫人，怎么没卖出去？雪太大，街市上根本没有人做生意。刚才遇上赵晨，他盯着我们要炭火钱和房钱，我气得骂了他一顿。他给的炭火根本就点不着，还有这破房子四面透风，可房钱都快赶上一间上等的贵客房了。骂他又有什么用？他说了，我们4个人住在一间房，房价自然要翻番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心善，早就把咱们赶到街上去饿死冻死了。你们一定累坏了，喝口水，歇一会儿。哎呀，都结冰了。慧儿，你这是？自从屋里断了炭火，日日都是慧姑姑和香姑姑把陶瓶抱在怀里，母亲和我才能有水喝。这样不行，若是雪再不停，我们就只有等死了。夫人，除了这些书简还能卖几个钱，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母亲，既然这件衣裳也可以换点钱来。不行，今儿不可以没有这件衣裳。有了钱，有了炭火，有了吃食，既然赐明华，说是光华璀璨，是爹娘的骄傲和珍宝，听起来并不比那个档次差呢。什么光华璀璨？什么爹娘的骄傲和珍宝？说的再好听，也只不过是个爱字，不是嫡子，更不是纪念成汤，大平列国，深渊齐王的储君。大王会立王后的儿子为太子，你以为不会吗？大王只是跟我们这些人玩了个文字游戏罢了，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立华儿为太子，只是我傻，不仅盼着华儿当太子，还一心一意的等着大王立我当王后呢。夫人，别过于伤心了。
以为石牛会拉金子，马上报告蜀王，蜀王大喜，派出力士开山辟道，要拉回这5只石牛。看来蜀国已在寡人的掌握之中了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寡人若得巴蜀之地，水路可直通楚国天险；寡人若得巴蜀粮仓，将来再有大战，秦国便可无后顾之忧。此番谋划，你立下了大功。你若是个男人，此功可封上侯，受食1000户。如今臣妾亦是受1000户之爵，所以大王就不用再赐臣妾什么了。月儿，寡人不会忘记你的功劳，至少你该为继儿讨个封赏。那臣妾暂且记下，等有一日再来向大王讨要，可好？不好，寡人从不赊账。那今晚老伯再背月儿一回。好。捷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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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元前315年，秦军借道巴国，占领成都，蜀国灭亡。又借察国与巴国劳军之机，一举灭亡了巴国和察国，尽收巴蜀之地。从此，秦国从水路可直插楚国大后方。杀了这帮畜生！月儿，咱们杀了廷尉右丞，在这继承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黄歇一拜。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